节目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现场的消息。这是受918大地震的影响，和铁基路甲三座铁桥有变形，造成危险。所以目前火车伫花莲到台东是无法度驶的。目前拢是用雷火车来接送，若修理可能要1个月以上。伫早起花莲玉里车头状况是安怎？咱即马要连线互台记台记者林书豪，请书豪甲咱讲，书豪。记者即马伫咧花莲玉里车头的雷火车的话台吼，咱看到后壁，这就是咱的雷火车。因为今日咱地动的关系，和铁基路甲一寡铁桥拢有变形有危险，所以代替目前花莲到台东这个路段，拢是用雷火车来接送吼。啊，民众是安怎看雷火车呢？雷火车对因的影响是啥物呢？咱做伙来听看卖。因为我本来是要到高雄这样，可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我会搭了2段式，所以就是分开坐的，就是先坐游览车到台东，然后再搭火车到高雄。那你可以现在变成这样之后，大概要多少时间？可能会更久吧，所以我要提早这样。坐火车的话大概1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搭类火车可能要2个半小时以上。那你现在是要去哪？现在去学校，就是去读书。那你刚刚去学校会来得及？现在应该是来不及的状态。了解。那如果但你觉得这样搭是方便？不方便，还是火车比较方便。目前雷火车是分做花莲到玉里、玉里到台东2个路段吼，差不多半点钟到1点钟就会一班车。今日透早6点半的时阵，往花莲就有13个旅客已经拢前往花莲啦。不过对民众来讲，因为雷火车要坐时间较长，就要较早启程的，对因拢是较无方便的。以上就是记者伫咧玉里上新的状况。